以前的皇后天天算计宠妃，怎料今天却被宠妃扳回了一局。做了那么多亏心事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随即宠妃就给皇后生动的上了一课。皇后没想到宠妃的演技惟妙惟肖，同时里面的吵闹声立刻引起皇上注意。于是宠妃坐实了皇后谋害胎儿的罪名。如果眼神能杀人，估计皇上能狙杀皇后几百次。自从甄嬛、江瓜六和安小鸟销户以后，他下一个要对付的目标就是皇后。没曾想这样的机会很快来到。原来甄嬛看到孩子们玩耍的时候，突然想起安小鸟生前说过的一句话：姐姐追着姐姐，皇后杀了皇后，皇后杀了皇后。此话下的静妃立刻将孩子赶到外面去，毕竟这句话的杀伤力足够害死大家。不过甄嬛说明事情的原委后，静妃的血压才从600的高位降了下来。然而甄嬛的话却让端妃想起了往事。她说当年纯元怀孕后身体百般不适，皇上只好让精通医术的皇后照顾她，岂料纯元到最后还是一尸两命的结果。而太医的结论则是纯元身体孱弱，但孩子的身上却有好几处明显青斑，因此3人怀疑是皇后害死自己的姐姐。几天后，一件事的发生给了甄嬛报复机会。由于她在凌雪峰被寒气侵身的缘故，所以太医告诉她，即便这次怀孕也注定留不住孩子。不过反应极快的甄嬛并没有痛苦，而是马上想到可以借此来诬陷皇后。次日，甄嬛就偷偷喝下了滑胎药，又邀请众嫔妃到寝宫给孩子祈福，并请3个最有身份的女人拴福袋。等端妃和静妃结束走出了房间，甄嬛就立马抓住皇后要算个清楚。此番操作让皇后一脸茫然，这是要和我一起跳科目3的节奏。直到甄嬛说出她的种种罪行后，皇后才明白这是遇到了碰瓷。话音刚落，甄嬛一句如你所愿，一场宫斗的大戏就拉开了帷幕。可好巧不巧的是，胧月公主刚好看到了这一幕，而房间传来的杂声让众人大感不妙。等大家纷纷赶到里面的时候，只见甄嬛已经晕倒在了地面上。更让皇上揪心的是，孩子已经不幸夭折，但好在保住了甄嬛的性命。娘娘的腹部的确有遭受过重击的迹象，太医们皆可验证，肯定是有人大力的推了娘娘。当时寝殿里只有你和熹贵妃2个人。就在皇后为自己辩解之时，胧月突然站出来指证嫌疑人。皇额娘她推了熹娘娘，她推了熹娘娘。你瞎说，是你教她的。既是证人又是孩子的指控，让皇上瞬间起了废后之心。尽管皇后发下毒誓，但皇上不听她小鬼念经，再加上甄嬛说出后宫女人不孕的真相，皇上更是气得将皇后打入了冷宫。老四曾以为自己是个放空炮的皇帝，如今真相大白，嘿嘿，原来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都是皇后这个打胎伴的存在，才让后宫这么多年只开花不结果。皇后心肠歹毒，残害皇嗣，即日起不许踏出景仁宫1步。然而此刻的皇后却依然做着美梦，只要甄嬛失去6皇子，她就会东山再起。因此皇后每天用心灵鸡汤来鞭策自己，好好活下去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不怕流氓没文化，就怕土匪爱学习。接着简秋深刻领会了领导的用意，于是他企图用毒药来害甄嬛的6皇子。可没想到果郡王的福晋成了背景板，竟阴差阳错地服用了有毒的饭菜。而经过一番调查，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。怎么了这是？有人要杀陈姬和红叶，才连累了先福晋。熹贵妃。